大家好，我係小麥先生，今日嚟沙田嘅龍華酒店嗰度揾食。咁喺呢度除咗打卡之外，可以先帶大家耍套詠春先。又或者咁樣，呢度其實周圍行周圍影都可以用一日嘅時間啊！如果大家中意小動物，亦都可以同鸚鵡妹妹傾下偈。好彩嘅話，可以見到呢一幕。酒店開業至今咧，都已經有90年嘅歷史啦。咁所以呢度經歷過二戰同埋日軍佔領嘅時候，大家嚟到嘅時候都不妨感受一下呢度嘅歷史背景。重頭戲當然唔少得就係喺餐廳一路用餐，一路感受一下李小龍、黎小田、金庸等等歷史名人喺呢度嘅歲月痕跡。我哋點咗佢嘅龍華三寶試一試，佢嘅乳鴿的而且確係香脆幼嫩，算係我食過嘅乳鴿之中都係數一數二好味嘅。而另一個就係佢嘅沙田雞粥，試下無妨嘅，不過呢味道就唔係話非常之特別。我亦都點咗個咕嚕蝦球，但係唔同嘅人對酸嘅感覺都唔同。雖然你見到係咁嘅樣，但係其實我哋都覺得好好味嘅。山水豆腐花亦都係呢度嘅第三寶，炎炎夏日可以食返個凍豆花，真係非常之正。食飽飽之後，我哋就經歷返呢條時光隧道，由90年前返去現代嘅香港。個人覺得龍華酒店的而且確非常之值得嚟，食嘅唔係為咗佢嘅乳鴿，而係食佢嗰份香港情懷、香港特色。如果大家都對呢份香港情懷非常之有興趣嘅話，都不妨嚟沙田嘅龍華酒店感受一下。